夜間聊天室，你哋好，我係 Simon。今次中美喺瑞士為咗關稅嘅問題而見面，我想同大家做一個短視頻去交代一下。大家仲記得4年前中美喺 Alaska 聚面，布林肯仍然係對中國唔尊重，仍然係認為美國以實力出發就係高高在上。當時楊潔篪就反咬美國，話中國唔吃這一套。其實拜登在任咗4年，美國就不斷打壓中國，導致到中美關係就唔好啦。美國好多時候就要補鑊，就經常聯絡中國，就要去中國訪問中國嘅高官就包括布林肯、沙利文、耶倫同埋副國務卿。拜登政府明知就惹咗中國氣，之後又要主動提出同中國就要有溝通，要改善關係，又要有求中國，譬如要中國買美國嘅國債。就算係嚟到天津訪問，並唔係去到北京，美國嘅官員都願意。今天特朗普政府就唔要認低威，講大話就話中國係先向美國打電話，中國係急需同美國商討關稅嘅問題。但係今次好明顯，特朗普政府就碰釘太大，急於中美之間要達成一個共識，唔單止係主動要求雙方喺瑞士嗰度見面，並且係對中方尊重啦，冇講咩嘢實力出發呢啲內容。其他國家都要嚟美國商討關稅嘅問題，唯有面對中國，美國嘅財長就要離開美國本土去到瑞士，同中國展開溝通和談。特朗普今次同中國打中美關稅戰就頭碰着黑，係要得到一啲教訓先至懂得尊重中國。今次大家係達到一個共識，中美嘅關稅戰係退到去4月2號以前，大家都應該仲記得。4月2號，特朗普係向全球宣布打關稅戰，宣布要徵收對等關稅，並且係瘋狂地加中國產品嘅關稅，最高係去到145%到245%不等，造成中美係經濟脫鈎。後來特朗普都知道中美脫鈎，美國係無法承受。咁中美嘅會談喺瑞士結束之後，大家都同意嘅就係美國降低中國關稅到30%，中國降低美國關稅到10%。返到去4月2號之前，中國就唔似其他國家，怕得美國要死要讓步，中國就已經維護咗自己嘅利益。我會同大家解釋，中國嘅發言人就話今次嘅見面係坦誠、深入同埋有建設性，一個係官方一向嘅說話，並冇代表中國嘅讓步，並且今次嘅共識係暫時性嘅90日，今後要繼續協商同埋談判。喺美國嘅農產品、燃油汽車同埋天然氣，中國加徵美國嘅關稅就係大過10%嘅，所以美國主力輸出去中國嘅產品喺關稅上係差唔多對等嘅。之前因為芬太尼呢個藉口，特朗普係加徵咗中國20%關稅。我相信將來嘅談判，美國係會取消呢20%嘅關稅，俾中國政府一個清白。仲有就係美國同其他國家談判商量關稅嘅時候，都會遇到一個困難，就係絕大部分嘅國家都會要求同中國一樣，將關稅呢一個議題推返去4月2號之前。仲有喺戰略礦產同埋稀土呢議題上，中國係冇讓步，出口管制仍然係實行。中國目前係正在打擊緊戰略礦產同埋稀土嘅走私問題。中國仍然係用緊戰略資源去鏈住美國嘅喉嚨。中國係世界嘅大國，係有責任感，希望唔好傷害呢個世界嘅經濟發展。美國就有90日嘅時間去檢討，要唔要美國第2個季度嘅 GDP 仍然係負面，要唔要通貨膨脹係3.2% 呢個水平。中國都知道打關稅戰係冇贏家，全世界都會受害。中國下一季嘅 GDP 唔知道會減低幾多。中國係勇於鬥爭，唔要貴就係唔要貴。希望特朗普政府係知難而退。目前全球關稅戰同埋中美關稅戰都未打完嘅。我哋將來再更新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。未訂閱我嘅網友，希望你哋快啲訂閱，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